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。上集講到石英風暴令製錶業重創，當時唔少品牌都轉去做石英錶，寶珀更一度陷入倒閉危機。後來1982年 Craig Pegré 收購咗寶珀，時任 CEO Jean-Paul Rivet 更霸氣咁講：寶珀以前從未做過石英錶，以後都絕對唔會做。1983年，寶珀以6395機芯打造出全力月上腕錶，將消失多年嘅月上功能重新帶回錶壇。寶珀漸漸靠住複雜功能重生，好似係喺1987年推出嘅世界最細三紋，1988年推出世界最薄錐針計時碼錶，1989年推出最薄飛行陀飛輪。呢啲創舉令寶珀成為複雜功能嘅王者。1991年，寶珀推出1735超複雜腕錶，集結三紋、雙錐針、陀飛輪、萬年曆、月上、超薄等6大複雜功能，可謂寶珀精湛工藝嘅集大成者。1992年，Craig Pegré 將寶珀出售俾 SMH， 即係 Swatch 嘅前身。2014年，寶珀推出新係海洋計劃限量版腕錶，每售出一隻錶就會資助1000歐元，用於設立海洋保護區，品牌同海洋多咗一層聯繫。2023年50-70週年紀念款 X3 再度問世，重新演繹過去歐美軍方採用嘅型號，搭載抗磁1000高斯版本嘅機芯，延續潛水傳奇。由月亮到深海，手工到複雜功能，寶珀話俾我哋知，用心傳承嘅工藝唔會被時代淹沒。